苏小姐，顾总爱吃什么？他爱吃米其林餐厅里面的牛排。贺小姐，我们今天来教你做这个菜。我花钱到这儿来不是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，我要学你最拿手的菜——融雪牛排。贺小姐，你想做菜做得好，一定要真正投入到每一道菜，相信你会从中得到很多的乐趣。大厨，我想你可能不太明白，我家里有佣人，这些可以交给佣人做，我只要学怎么做牛排就可以了。可是你好多基础都不知道。大厨，我花钱请你来不是听你说教的，我要学牛排。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好吧，那我现在教你怎么做牛排。怎么了？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谁欺负你了？也不算是欺负吧，我的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。好日子到头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工作不是好好的吗？快要失业了吧？失业？你开玩笑吧？什么情况？就是说，以前坐我位置的那个女人回来了，我可能要把位置让给她。凭什么呀？哦，他以为他谁啊？哦，他回来就让你给他让位置？你老板没什么话讲？妍希，做人不能太软弱了。当初他离开又不是你的原因，啊，现在他回来了，让你给他让位置，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我知道一句话，能者居上，我相信你不比他差。让你让位子。对了，你老板不会是和他有一腿吧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不过他们两人之间有合同啊。合同？人都走了，还有什么合同啊？唉，反正一句半句说不清楚，有时间我再跟你说吧。反正我要是失业的话，就找你蹭饭喽。你呀，不管你有工作没工作，我都会请你吃饭的。哎，对了，我知道新开的一家店，一会儿我们去吃好不好？好啊。棒棒的，我最喜欢美食了，么么哒。大厨，